長實將軍澳駿盈全300零萬可以上車。佢係發展當中，咁變咗嗰個價錢咧係比較落後喺市中心嗰方面。買樓收租，租約唔打釐印，企圖隱瞞物業稅。打唔打釐印喺租約上面咧，同徵收物業稅咧係冇一個必然嘅關係。新樓特色單位樓底高，可以好好利用，不過離唔開房細嘅缺點。所以我將兩個房打通咗，令到戶主一個更大嘅私人空間。歡迎收睇樓盤傳真，我係李小慧，我係胡國威。連200萬嘅上車盤啦，都進入最後倒數嘅時候啦。咁大家都知道呢刻要揾上車盤啦，有幾艱難。嗱，所以咧，如果話咧300零萬咧嘅銀碼可以進駐新樓，現市況咧都唔多唔少有一定叫座力嘅，贊唔贊成咧？係啦，嗱，雖然啦就好應該好多人會咧反應添啦。嗱，你諗下啦，對上房協啦，深水埗起亞400萬啦，竟然都收到3000幾票喎，咁得1/10人揀到樓，而家咧話再平過起亞喎，仲唔撲入市咩？咁就係咧，捉住平過起亞呢一點啊！咁連發展商話咧，之前入飛起亞嘅客源咧可以平2萬蚊喎。嗱，呢一個咧就係叫做駿盈嘅新盤啦，咁位於將軍澳區㗎，係長實出品。咁近日咧都不斷收到代理嘅 WhatsApp 咧，都係咁 sell 㗎啦，話最細咧600幾尺嘅單位啦，300零萬入場，咁相當於尺價咧係5000零蚊，貼近首都一帶嘅二手樓價㗎。咁但係平嘢冇好啦，好嘢啦又點會平啊？嗱，都啱㗎，咁所以咧請大家留意下環境先啦，係咪值得用300萬撲入市？睇完片再講。上車價重現，質素都上車盤包裝。6座物業一共1777個單位嘅駿盈，5成半都屬於兩房間隔，建築面積650幾尺以上。呢度除咗第一期首都之外，領都、領豐、領海都冇呢類間隔提供。首都嘅兩房主要咧就係一啲我哋叫做日子廳啊、橫廳嘅設計。咁今次呢個駿盈咧就係以直廳設計為主嘅，佢所有兩房單位咧都係叫做突出嚟嗰個單位嘅。咁所以喺睇景嗰方面咧，佢個角度會係闊好多嘅。難以豪宅化，因為呢度位於最唔臨海嘅一邊，樓盤隔離仲係污水處理廠。區內居民早前爭取向渠務署綠化污水廠，喺廠房天台進行綠化，以改善景觀，令到綠油油一片嘅景觀由山景延伸到污水廠上蓋。景觀分野，首選係北望山景同邵氏片場，次選係東望清水灣郊野公園。佢用咗差唔多成75% 嘅空間咧，係愛嚟做佢啲園林啊嗰啲，咁個空間會比較高。咁佢主要集中都係2個景觀啦，一邊就係向翻山景，咁山景嗰啲就唔會變嘅啦。咁另外一邊咧就係話向翻南啊嗰啲咧就望翻佢嗰個好闊嘅遠景。內園嘅你可以集中係揀啲中低層咯，咁如果向山咁其實就係話你高少少咧就可以再望遠啲。但向西嘅單位就最差，因為樓高40幾層嘅駿盈，如果成功避得過前面首都望到海嘅話，就意味有機會要望雙墳景，包括柴灣華人永遠墳場同將軍澳墳場。不過都唔係冇解決方法，因為當日後前面幾個地盤重建，就可以將駿盈嘅景觀擋一擋。附近東洋鋁建廠同埋捷和神鋼廠一共獲批建7座物業。當呢度日後陸續重建嘅時候，墳景就自然會消失。屬於康城站嘅老問題，喺呢度出去將軍澳站雖然只係1站之隔，但由於接駁出去調景嶺站嘅班次採取3+1嘅行車模式，即係每3班由寶林站開出嘅列車，先至有1班由康城站開出。繁忙時間候車都要7至10分鐘，而駿盈距離港鐵康城站仲要額外加多10分鐘步距，而全程係冇瓦遮頭。住康城站配套都係一大問題，
現時購物暫時都係依賴首都6個商鋪，超市就只係得1間，即係話進營嘅居民最近都要行過去康城站先有超市，而區內嘅大型商場就最快要等到康城站4期招標先有。將來日昌城嘅商場咧，我冇記錯嘅話，應該就係50萬尺嘅。咁如果50萬尺嘅話，區內如果參考，我諗就同呢個新都城2期差唔多。或者如果而家調景嶺站上蓋都會站嗰個商場咧，就應該係20幾30萬尺嘅，咁即係話會係等於2倍嗰咁大左右。嗱，睇完片啦，兩位又點睇咧？其實剔除交通啦，咁都 OK 啦。嗱，起碼啦就叫做望山啦，綠油油一片，心曠神怡啊嘛。心曠神怡啊！聽住啊，呢一個咧只係故事嘅小部分啊。300零萬入市嘅代價咧，仲要買入鏡頭捕捉唔到嘅嘢喎。係啲咩咧？嗱，就係臭味啦。咁環保署收到啦，嚟自將軍澳區臭味嘅投訴啦，就由2009年至2011年啦，係大增咗1倍咁多啊，高達1120宗㗎。當中咧又以6至8月炎夏日嘅時候咧最犀利啊，數字上咧係冇得呃啦。咁結果咧，康城站嘅居民咧只係能夠自求多福啦。咁針對政府計劃擴建堆填區嘅建議咧，早前咧有居民咧就跳海抗議啊，又有區議員咧拉大隊啦去城規會請願喎。嗱，不過咧最終城規會咧都通過咗佛堂澳第137區嘅擴建堆填區嘅申請㗎。咁但係規模咧就由近16公頃縮減到13公頃，擴建嘅部分咧都只係准許接收冇氣味嘅建築廢料，以解決堆填區嘅氣味問題。嗱，等你仲話咧呢度係心曠神怡添。嗱，都真係啦，講唔出口啊！嗱，不過咧從呢個角度去睇啦，咁啊反而慢慢感受到點解呢度300零萬上到車，根本就唔係發展商所想啦，而係為勢所逼啊！唔止㗎，咁低價上車咧都同呢一區嘅市況有關係啊！故事未完嘅喎，睇埋續集啊！康城站對小業主嘅陰影並唔止環境配套問題咁簡單。呢個4年前開售嘅第1期樓盤首都噩夢仍然未散。土地註冊處嘅記錄，當年近一鋪清袋嘅首都，一路賣一路瘋狂加價，結果市況逆轉，撻訂比例高達全盤3%。捱到上會，時至今日仍然有過半業主蝕讓離場。首都今年頭半年一共揾到77宗買賣，如果以升值半成做暫時分界點嘅話，有60%都係蝕住走。就算第2期貼市價賣嘅領峰同領都，都分別有1.7%同6%要蝕讓。不過代理話，心急沽貨嘅業主基本上都走得七七八八。咁個租盤咧，即係開始比較缺乏，咁啊扯咗個租金上升。咁其實佢哋有好多業主見到就租都夠吸白，咁啊變咗佢哋喺嗰個價錢嘅方面咧，就唔會話好似之前咁即係有咁多議價空間。普遍都係話個價錢到佢哋先至會係即係考慮咁樣。呢兩單首都嘅今年蝕讓之最，更慘烈地跌價6%，兩宗嘅成交都屬於當日高追入貨嘅買賣。雖然銀行按揭已經極度寬鬆，但仍然未估翻去當日嘅買入價。環境蝕讓陰影令到呢個配套唔完善嘅康城站升值潛力遠遠落後市中心區。因為而家咧其實佢係發展當中，咁啊變咗嗰個價錢咧係比較落後喺市中心嗰方面。咁啊，我哋其實睇翻就係話隨住佢一路入伙個人流多咧，咁我覺得就係話佢嗰邊個潛力咧反而會係會追得翻上嚟。因為佢本身其實嗰邊都有好多配套設施啊，嚟緊未來嘅基建係配合發展嘅咁樣。全個將軍澳區今年之內樓價上升咗9%，市中心就明顯跑贏大市，升咗1成半。康城站只係升咗4%。雖然康城站嘅尺租都繼續升，但暫時仍然成為將軍澳區最賤租嘅地方，平均尺租14個半，比怡心園15個2仲要低。咁雖然康城站咧樓價就落後大市啦，咁但係咧有項物業咧回報跑贏將軍澳區嘅喎。
我知啊，咁你講緊車位啊嘛，咁從呢一點啦，更加切實反映啦呢個位於環保大道之上嘅駿盈啦，區內交通有幾唔掂啊，令到車位咧係長期爭崩頭啊！嗱，到底咧車位有幾緊張啦？以政府早前批出石角路2幅咧土地作停車場為例啊，只係能夠為區內增加468個私家車停泊位，咁但係目前出租率咧都達到8%㗎，咁證明啦車位難求啊！問題係咧，全個日出康城落成之後咧，會有超過2萬個住宅單位㗎，咁但係總數咧只係得4000個車位啫，比例咧接近1:5啊，已經唔少啦。已經係唔夠啦，咁而駿盈車位咧比例就更加緊張啦。咁住客車位咧總共250個，相當於1個車位咧7戶人爭。咁所以咧車位好好炒喎。目前咧喺首都車位咧市價係達到90萬㗎，按平均月租3200至3500蚊計啦，回報有4厘6。咁至於市中心維景灣畔、將軍澳廣場之類嘅車位啦，市價就75至到80萬之間，月租2600蚊，回報3厘9，落後於首都。咁睇到呢度咧，真係要重新評估下，到底用300零萬入市咧係咪值喎？咁或者應該咁講啦，咁我哋咧即係希望準買家克服到以上嘅缺點，先做好入市嘅決定。嗱，其實咧詳細睇下樓書啦，喺駿盈咧都發掘到咧近年新盤少有嘅好處㗎，咁就係管理費咧每尺係個半，咁比起首都、領都等等咧係低約30%，咁衷心咧都要讚一讚佢。咁始終康城站咧較多公家設施咧需要首都小業主負責㗎，咁例如係動感公園啊、海濱長廊等等啦。咁反觀咧，由於駿盈咧並非港鐵招標項目啊，咁變相咧慳翻筆開支。其次啦，雖然短時間嘅配套啦係唔完善啦，但我哋都唔可以一口否定啦長遠嘅規劃前景嘅，因為呢度最快2016年會有跨灣大橋由藍田啦一直係延伸到康城，變相拉近同市區嘅距離㗎。唔知大家點睇啦？咁300零萬啦，應唔應該選擇駿盈咧作為上車之選呢？歡迎大家登入我哋嘅網頁或者 Facebook 專頁討論。